羅家英老師發咗視頻鼓勵我。Hello， 張弛，你嘅節目好多人睇啊，你講嘢好多人聽，中意聽，真係有常識、有知識、有智慧，我向你學習。多謝家英哥認可小弟啊！嗱，家英哥你嘅《大話西遊》國產007同埋粵曲呢，好多人都好中意啊！嗱，唔單止係家英哥啦，好似我之前採訪嘅李力持導演啦、八兩金哥哥啦，你哋嘅電影作品大家都好中意嘅。所以話香港電影同埋粵語歌呢，係將粵語文化推廣傳播到全世界。今日我哋就嚟講下香港粵語係點樣誕生嘅。話說800幾年前嘅宋朝時期，金人同埋蒙古人想要吞併天下。咁啊，好多中原漢人不堪受辱，於是舉家舉村南遷進入嶺南，一部分就走到去香港新界嗰度住咗落嚟。咁啊，新界最大嘅5大姓氏呢，就係鄧、文、廖、彭、侯。佢哋喺香港住落嚟之後呢，好多山賊同埋海盜去打劫佢哋，於是呢，佢哋就用樹木啊同埋泥土沙石啊，將啲村呢就圍住咗，圍喺村入邊生活。咁圍喺村入邊生活，佢哋講嘅說話就叫做圍頭話。圍頭話就係粵語嘅一個分支，叫做管補片啊，即係類似東莞、深圳原住民講嘅說話，同我哋講嘅廣州粵語係互通嘅。咁啊，第二類原住民呢，就係疍家人啊。話說160年前鴉片戰爭後，英國士兵登陸香港啦，就見到個疍家漁女喺度曬漁網，個士兵就問個漁女啦：呢個地方叫乜嘢名啊？咁啊，疍家漁女就用疍家粵語同佢講話，呢度係香港，香港。嗱，疍家人講香呢個音呢，佢係發腔噶，好香叫好腔。於是英國士兵記低啦，香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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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有咗香港嘅英文名。嗱，咁啊，第3類原住民呢，就係最遲去香港嘅，就係300幾年前清朝康熙年間啊。客家人由北方遷入香港，咁啊，眨下眼去到1842年啊，鴉片戰爭後呢，英國人去到香港，咁啊，香港正式開埠啦。開埠之後，大量英國人喺香港做生意啊，開洋行啊，開廠啊，咁啊，好多廣州人就發現咗呢個商機，於是講住西關口音嘅廣州富商呢，就去到香港生活定居，同英國人做生意啊。咁啊，生意呢就越做越大，需要大量嘅工人啊。於是佢哋就從廣州、佛山、中山等珠三角嗌咗好多講廣州粵語嘅人呢，去到香港嗰度做工。咁佢哋之間溝通呢，就係用當時最流行嘅廣州省城話西關音嚟交流嘅。所以從嗰時開始呢，廣州話呢就變咗香港嘅主流語言啦。